第6章。所以咱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出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各立根基，就亲像遐个恶会死刑，信靠上帝，逐项会洗礼，换手会礼，死人各活，以及永远审判。逐顶好的假释，上帝若准阮，阮就的确安尼行。论到遐个已经得到光照、赐给天恩的滋味，搁伫圣灵有份，搁赐给上帝善道的滋味，甲五来世关联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袂会叫因终身懊悔，因为因将上帝的囝钉在钉十字架，明明会受辱伊，就亲像一块田地，遮个豆豆落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伫正做的人的路用，就对上帝得到福气。若是发气魄甲积累，的确受火气，均伫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亲爱的兄弟啊，阮虽然是安尼讲，却深信恁的行为赢过遮个，而且均互得救，因为上帝并毋是无公义，竟然袂记得恁所做的工，甲恁为伊的名所显的疼心，就是先前思效圣徒，现今也是思效。阮愿照恁逐人，拢显出即款的温群，互恁有满足的愿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无变淡，总着效法遐个凭信心甲吞忍承受应允的人。当初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时阵，因为无有比家己搁较大的，通指着起咒詛，就指着家己起咒詛讲：论福，我的确赐大福互你；论子孙，我的确互你的子孙做起来。安尼，亚伯拉罕既然恒久吞忍，就得了所应允的。人拢是指比家己较大的起咒詛，并且用起咒詛做实据，了结逐项的争论。照样，上帝愿意为遐个承受应允的人，格外显明伊的旨意是无过换的，就是起咒詛做见证，遮着两项无境界的事。上帝决断袂话讲白贼，通互咱这个逃往避难所，持定摆伫咱头前愿望的人，通大大得到勉励。咱有这个愿望，亲像灵魂会定，搁坚固，搁可靠，搁通入场内，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然照麦基洗德的顶处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咱进入场内。